賽。都係現場紅海一片啦嚇，大部分都係支持港隊嘅 fans， 亦都見到就港隊隔離就韋斯活都響度啦。紅色波衫係香港隊啦，藍色波衫係尼泊爾嘅。兩邊嘅門將都係兩隊波咧，就代表次數最多嘅紀錄保持者啊！一邊係嚴鴻輝，一邊咧就基倫林寶啊。個賽前有一個咧就默哀儀式啊，個悼念咧就早前不幸與世長辭嘅陳瑤琴女士。先見到就講多一次機會先啦，今次嚟自呢就肥棒啊彭麗娜起腳喎。咁呢一個波就係有一個教球嘅衍生出嚟㗎，咁掟埋嚟啦，米高線後，咁可惜啊，最後就肥棒將個波係射出界。另一次都係肥棒機會啊嚇。跟手呢個嘅罰球同樣都係佢啊，但係個處理就真係麻麻地啊。另一次機會咯，中間幾個費蘭到啦，右腳不過好靚 through 波埋去，益晒呢邊就余子南啊，可惜右腳狂抽就啱就抽高咗。咁見到余子南嘅入射嘅時間咧，稍稍就叫做早咗啲咁多嘅啫，啱又要褪翻出嚟再射咧，就真係叫做係食咗個波底，冇辦法啦。咁跟手亦都見到早聯頭有一個嘅稍為叫做係中距離嘅施射啊，但係可惜冇乜角度啊，過唔到門將基倫林寶先啦。頭先咧就助攻者又係嚟自費蘭道嘅傳送啊，今次如何先啊？執到 second 波咧就見到米高啊，少少就胡亂條腰右腳咬射埋去。都算係做得唔錯噶啦，但係今次林寶亦都成功封走咗噃。可惜啲啊！呢個波就爭少少嘅角度㗎咋。如果你話射邊啲咧，絕對有嘅機會啊！另一次機會又係窄角度，又係罰球，又係史提芬彭利拿，但係結局都一樣喎。喺上半場就係0-0咁結束咗，咁下半場方面咧，其實就香港隊都有啲改善嘅。開賽嘅時間呢個速度係稍微叫做快咗啲。呢個波陳俊一個罰球扯埋嚟遠處，可惜啊！亦都係俾對方門將基倫林寶咧將個波跑出去底線。咪即係都換多啲咧唔同嘅生力軍入場噶啦，包括初次代表香港隊嘅呢個羅迪古斯入嚟啦，另外就吳宇希啊、陳俊樂等等啦，都係就同一時間後備登場，都希望咧就爭取到呢一場賽事一場嘅勝仗啊！但其實咧就下半場嘅尾段方面，尼泊爾都有唔少快速反擊機會啊！包括呢邊嘅射手嘅卡奇啦，對住咧就係余子南啊！但係余子南嗰個嘅落力嘅程度啦、勤力啦，加埋個速度嘅回防方面咧，好搶鏡今日。稍稍就真係喺個進攻方面咧，似乎就唔係太多機會俾到佢啊！好似呢一下嘅左腳射咧，就似乎有啲撳死咗。但佢都叫做係有一啲嘅膽識，能夠可以係挑戰下對手。好啦，仲有一個咁去頂位置嘅罰球嚟自費蘭道，左腳 curl 射龍門左手邊位置啊嚇，但門將就冇判斷失誤嘅嚇，都叫佢輕鬆將波扶翻走先。尼泊爾嘅角球攻勢如何先啊？嚟自一隻文尼拉馬高波笠到埋遠處位置，褪翻轉頭，再嚟一個獅子搖頭就嚟自塔曼，但係頂中咗波底啊！呢個波塔曼如果處理得好啲咧，有啲機會㗎，其實真係嚇。唔知港隊啦，下半場好多罰球都嚟自總路線右手邊嘅，結果就轉邊之間啦，中間混戰之中篤射埋嚟自洛迪古斯就唔成功，仲有多次機會都係差唔多位置嘅罰球啊，都係頭先個下嚟嘅，咁但係呢下就啱啱就叫走咗啦嚇。其實喺下半場方面咧，就尼泊爾喺嗰個自己嘅後半場嘅犯規次數真係明顯係多咗好多啊！加埋呢邊余子南嘅突破添啦，搏到對面就文尼拉馬嘅落腳，結果文尼拉馬2黃1紅係被逐離場噃。咁臨尾階段方面呢，就講到有打多一個嘅優勢啊嚇，都希望將和局轉化成為勝仗。吳宇希犀利啲腳法，幾秀麗啊！我識叫翻埋又係過唔到林寶咁解。冇辦法啦，因為始終個空間有限啊，但係呢兩下嘅個人嘅技術咧，就真係都係反映到呢個小朋友咧，真係有啲能力㗎嚇。冇錯，呢一場嘅友誼賽真係好友誼喎嚇，因為個賽果方面咧係0-0平手啊嚇，大家就握手言和，互交白卷。